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错，错误的错。这字读作错，这是背音，错代表唔对，失误颠答，像咱讲差错、错误、犯错。啊，若无唔对，咱讲无错；失手，咱讲错手；啊，若唔对的感觉，咱讲错觉、错乱。机会若是无把握，咱讲错失；认唔对，咱讲认错。这字文音读作错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差错，代表失误、失觉察，无注意到引起损失的情形。第二个词读作错手，就是咱咧讲的失手、溜手，也有走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伊过去捌错手甲人拍着伤，落尾手已经承认伊有差错，嘛已经改过自新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错，这是背音。另外，文音读作错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